做调查，幾多上60歲嘅大哥大姐，就算退休嘅，還係想去學新嘅東西，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。發揚同學會到10世紀3種挑戰，向下討論選出一個項目，大家使忙勇敢完成。準備了，推能向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旅程。我今年66歲，我領下啲個學校教小朋友嘅行義。張偉天先生是台北小學有鄉下讀書過，天左邊將來有讀到一擺，屬是當球嚟啦。我今年65歲，我係台灣最早期嘅體育台嘅嘉賓嘅師傅。年個其實人我童年啦，歷史總是幾棟好攝影。我退休10多年咧，也翕相，但係我當太快樂，因為翕相有好語言，又有好身體，就唔係講攞電動嚇。我許多時間嘅心情，可能後生唔係攞，你都過嚟當快樂，當充實。今日來到新竹北埔，去拜訪嘅三位大哥呢，伊能同我約睇遊客服務中心，聽講伊能33年同北埔如果有關係咯。聽講伊能嘅退休生活，佢用非常嘅精彩，很到呢33年到沙路2種以上嘅專業部，叫我嚟拜訪伊呢。嗨，大哥。Hello， 你好，賴太哥、林太哥、總太哥，好像總。我估叫無來北埔嘅呢。係啊。我看總太哥安呢，好像你那制服嘅用嘅係咪？打扮咯，按貼牌。戰鬥裝。對。哇，你真嘅乜嘅都有呢。細啦係人嗬，落嚟好似存到一種嘴啦。呀，客家係有氣嘅，氣係有修名嘅咧。哇，按認真哦！我本意看過，我做按景咯。魔法鋪頭啫喎，有加名嘅。總太公係導覽，啊，林太公咩係呢？我從我來聊北部，因為北部當有故事啊。保存最好，比如說我從我來聊翕相。剛才太公咯，係老北埔嘅關係係嘛？我領下是大陸北埔咧。哦，嗰種你咩動家嚟到？也只嘅嗬，也富圈咧。我大家下啲都冇見人。咁你帶我行聊聊啊嘛。好，做得啦。小記下，你要搶嚟哦。我付錢咪啱冇錢咧，啱冇帶錢。我1點鐘就請咧。一擺來到同學會嘅三位大哥，係自細就熟識嘅隔壁鄰舍，冇想到大家成年狀態，個個細就去拍微發展。喺13年前要睇沙期嘅歌唱班再過見面，3位人咪變咗個有話講嘅好朋友。這個地方好，在翕相小嘅咧。林大哥看到安尼，素材都想翕相咧，哦，所以哎呀，攝影師要教我們那個嘛，恰。啲機會推開嘛。啊，總太哥說下。幾名都翕按你機嘅街。好。我年個你用按山刀嘛，嗨，這個是國家一級古蹟哦，它是金廣福哈，它建築規模沒有很宏偉，歷史學家把它設定，國家也把它設定為一個一級古蹟呢，因為它是歷史意義。其實你啊，都很怪哦，冇計高樓啊，你下全部起步起講嘅，哦，我人哋規路安尼行過來啊，是望總太哥真係係專業嘅技術員。唔過我哋講，林太哥嗰種比人兩三還少長幾歲。啊，我如果想去啲人都會變好朋友。就我表妹帶去靜靜的隔壁兩隔壁，有強下去長山歌。我係山歌班嘅一家協會嘅理事長。嗰種兩三年去現在當年真好。意思係也兩三年會衝係咪？要到山高峰，係哦，我哋北部人有啊，中文很叫攞山高峰。係哦，剛才睇講咗你
小试一下身手嘛。哦，做对了。好啊。山过了河那长安，又过了江南。做对吗？哦，这还偏吧？中多央子山哦，哦，嘿。我就还没上过网。他经常参加比赛，结果是每一次都拿到冠军。刚刚能搞矮了，好吗？第三档能搞矮冲3个。对，我们组一个 band 好不好？来，两个不干，哎，摸一下就了哈。用下回收吼，摸买好，它是落汤西啊。哇，就是妈妈的味道哎。会加吗？会加甜甜吗？哪个？走的。要幾要用椰，嚇，艾草用椰絲啊，野雞啊。就原來講，好吃哦。不要跟椰按照艾草，桂葉按照艾草啊。好，我哋花樣同學會啊，這個慣例，我要用黑顏色按到大哥，吼，我想去看後生嘅時節，上到嘛嘅顯。啊，冇問題啊，後生是當然到。係啊。嘛，緊衣衫刀，我後生就着件衫刀。啊，看相片嗰啲，有冇大嫂有準備嘅唔敢講啦，喺度下喊人都。你是咁哦，這我們點嘢的。係啊，也係嚟睇過。呢？亞麻沙，我唔知亞麻沙，應該係嘢啦。嚇，哦，係哦，係啊，日到日到。所以真見咯，哦，黑白照的吼。一個韓國演導呢吼，唔講講埋啲嚇，就係冇說啲香香嘅，條邊個味道黏黏嘅。也係會啊。對啊。一日到你們哎呦，有唔係便宜你啦，真見你唔好壓下，我都係演的，面粗粗的。唔會，哇，很漂配的哦。這是我們老家啦。哦，老家哦，也係高三的時候。高中嗰時。要這樣啊。哦，一個。哦，真見哦，好像有演到。還是買啊。哇，很 fashion 哦，這樣穿哦，哈，你看，你年輕時候蠻趕流行的哦。就是太矮了一點。好，假如嗰時候能合照嘅係咪？沒有3個人。三個人咧，嗰時候。假基本嘅按度好，假按團能上人翕好嗎？好啊。我挨，你慢慢去到剪刀，好，之後嘞。冇問題。假幾個好冇？幾個？係啊，給我講。好，來1、2、3。好，各位總。OK 呢？好，1、2、3。改革展現自家嘅上尾泰國退休過後，對家己到陰陽屯教學，如限體無權用嘅兩位身亡風險，仍然來到狀泰國嘅路卡，來聽下伊能韓國島嘅故事啦。你記得我來張大哥也重點嘛？能講係沖山歌啊，山歌都帶我用嚟學噶。都山歌呀，山歌字啊。好，家子嗌替你來上山歌班，係先生我講乜嘅？老山歌，他要用詞意斷句。哦，唔同都睇嘅金廣福唱嘅係老山歌，係平板。哦，咁老山歌呢？佢用嘅詞，來，yêu hoa很難哦。很簡單，這最簡單啦。你三人有冇發土人嘅真嘅？係啊。係啊，你三咩？yêu啊愛嚇，預備開始。yêu啊愛，要越來越小聲。yêu啊哥，按錯啦，按錯，冇講。這個是女孩子唱yêu啊哥啊。yêu啊哥。阿哥就不用這樣，不是按編的。填啊，按人除了唱歌嘅還會樂器嘛？我李世壯曉得愛弦的，哦，俺是大鼓，啊，廖少是山歌王，
哦，俺们要拜花样同学会，俺们大拜如果有挑战，俺如果提出啥咩挑战，我本能投。哎呀，嘿，俺能投一堆哦，因为能按好赢哦，又有大鼓的咩，咁俺们一定会挑战都会本代冇做过诶，又有18相关，伊哋都系太鼓，大冇漂用嘅太鼓。太古俺们去快闪。字库啊，上面泰國退休過後嘅人生，應該屬於能那種太膽要做得突破自家嘅挑戰呢。好從嗰嘅上面泰國個有願力感，來本人能挑戰一場日本太鼓快手嘅表演好啦。也係本人能展現多樣嘅才情，來成立雙人樂團，用攝影片來記錄自家嘅 vlog。另外，伊呢唔是去試過做出航配嘅兩位，去合作甜點韓國賣咖比，未係過太嘅突破哦。3人樂團，也上面你打擊跳，我打鼓。做樂團也有哦，因為伊稍微打鼓，伊稍微唱哈，我會 hip 哈，我也會剪接哈。我去到啲甜點哈，當偏香啊。我係咖啡師傅呢。啊，甜點咯，甜點做得嘛。我看見門機。3個人哦，係，三人係啊，做啲落腳嘅係。上來上，該是你作丁字布打。好啦，打鼓啦，打鼓，該有咩當台挑戰？因為該搞死咧搞，年紀還有搞過。我70兩百80嘅年。啊，你會想想嘅難題係嘛？假使會打太鼓，有因為這個節拍啦。3個人要可以配合。對啦，要你打得快，他打得慢，3個人。唔樣係重點考試咯，嗬，上面人會切。哎，先講講做數大的優數，優數大好做數來。哦，好啦，我們就挑戰太鼓好了，我不曾接觸。咩該講下有冇個？太鼓，好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做咯。係演講還是講？太鼓係日本嘅傳統故事，喺日本以本單嘅意思，如係太鼓。挑戰太鼓除係節奏感一定重要以外，手臂咧、一身法咧，上面人有一個卡嘅，同學習咧，沒有一天難度哦。你用啥夾物街？泰國人啊，常常過後嘅天愛挑戰太鼓快上快通，啊，人唔知太鼓係用嚟打吼，啊，如先拿個大白銀嘅鼓先來練，人更加去討論。唔過睇好以前我其實有18歲，因為打太鼓感覺我個有嘅手臂我個有練，嗰時我會每一day每人可以練背力嘅一啲挑戰，每人來打時就會個有力打。在看個 YouTube 唔係愛鬧啊，愛鬧。我一來咧，挑到竹尾巴的聲音就不一樣。你也打了係啊？總的總目，係啊，丟分。哦。我睇講，我到位哦。我等你來一隻蔬菜，唔該你，拜託你幫運通上夫，你看一下，然後會來買個蔬菜。太極節邊氣功啊，還有空手道啊。還是練舉重。哦，舉重哦。背力。哦，嘿吼，有點道理哦。訓練。然後雙語都啲嘅，到嚟。哎呦，好多呀！係。哎呦，我來公布答案。1攀岩嗎？3。哎呦，那節目要好了。哎呦。我講嗰隻因為學人係蝴蝶翼嗰樣會背啊嚇，呢邊嘅初講要認同一個，我哋當上係似啊嗰啦。我冇談過空中瑜伽啦，線上嘅動作當這樣，我是講我補哦，彈得下來。跟大家介紹
贝拉老师，贝拉老师，拉布。空中瑜伽係用吊燈嘅部位來增加人性嘅協調感，還個來改善醫生嘅軟熟度。我也就睇過來學空中瑜伽，除係訓練手臂力，對醫生外表輕鬆沒有幫助。讓我們布甩到我們身體的後方，手往裡面抓進來，你的布抓高一點。這時候讓你的雙腳膝蓋彎，身體往前，深吸口氣，慢慢吐氣回。這時候讓你的右腳膝蓋彎，吐氣由嘴巴吐氣，呼。等一下我們需要用你核心的力量 hold 上去，吸氣準備，吐氣往上，吐，1、2、3，吐氣往上。哦，好厲害，可以哦，臂力不錯，不用膝蓋彎就可以。那我們做3下哦，看起來大家很棒哦。注意呼吸哦，我要聽到你在呼吸的感覺。1、2、3，吐氣往上，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耶！我就嚇一下，佢切雪太人，佢竟然做得做樣嘅。1、2、3，吐氣。各位同學，今天大家的體能狀況都還蠻不錯的，想不想要再挑戰？那我先做示範動作，抓一樣的繞進來，再繞進來，抓高一點，吸一口氣，準備往上，腳扣緊，吐氣的時候往前。好 ，OK， 試試看，沒有關係，不見得要全部都做到，你能做多少算多少。對，再扣第二。然後手抓高一點哦，抬上去，從後面收腹，從前面上，不是對，它會往後翻的感覺。好，我準備，1、2、3，吐氣往上，對，很好，哎，這樣，抬高，對，好，來，頭往後推，下巴抬起來，我怎麼下來？不要緊張。這時候頭往前。肚子鎖緊，慢慢下來。我來給你背力，好酸哦，而且背都拉開來。真的。對。我可以嗎？可以啊，那我們換下一位哦，一樣有左右護法哦，下一位，記得腳往上。好，準備哦，1、2、3，過度，哇，哎，好，來，抓緊哦，好，下巴抬起來。下巴抬起來可以，我做成好，膝蓋彎一點，腳往下，再往下，繼續勾往下，可以，好，吐氣，好，這時候臀往前，肚子鎖緊，吐氣，並攏在一起。在他們去翻嚟時候，要唔會票那要唔會先哦，有家就哎呦，我很有安能呢啲來做。注意用力的時候吐氣，好，1、2、3，上，喂，上來，可以，好，還好嗎？可以，往後推，腳扣好，對，下巴抬起來，哦，好帥哦，好可以的，不要跑，我搖一下，我要搖啊！这样子不知道啦。颠，怎么上就怎么下，我颠倒了。哎，再一次。這樣子可以的，換下一位，先下一位請準備。哦，猛男，好，下一位。你那個氣很好，理事長不會漏氣的啦。我是沒關係，不是不能漏氣，沒有，就是做自己可以的就好，我們就上去一下就好了，只給你3秒，不能多哦。好，來哦，1、2、3，上，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厲害哦，往後，再回來，來，往後，要不要好，可以了，回來，好，屈膝，膝蓋彎，腳離開，吐氣回來，哇！理事長，超棒的，猛男的哈，3個猛男，你們現在有
有没有觉得手臂特别厉害？等一下去练打鼓，有没有？会特别的有没有觉得有差？都拉长。觉得筋骨比较松，全身就好像比较柔软啊，好像也跟你一样年轻漂亮啊。哇，我觉得他整身都在发抖呢。哦，可能力量用太多了吧。好，有流汗，代表呼吸很正常，非常的健康。还有呼吸啦。因为有充分的那个呼吸跟吐气，所以你的脸啊各方面都会气色很好。那张大哥觉得嘞？不难耶，很想再来一次。那个整个的任督二脉都打通了，哇，筋骨都拉开了，是不是像你刚才蝴蝶那个样子？可以，来哟，那我们把布甩开来，再来哟。这样子吗？这个意思吗？对，这样子抓。哦，那么后面布呢变少，就直接身体靠近你的布。好，先单脚抬起来，好，慢慢就进来，让你的布呢慢慢的收到你的脚踝，小心哦。不要互相帮忙，吐气，吐起来。这时候呢，手来到后面，来到腰的位置。这时候呢，身体要慢慢往后，手抓高。对，好，等一下，让你的脚打开来的时候去勾住布，往后勾住布。1、2、3，勾，这样，对，勾住，对，勾起来。好，身体要提起来哦。好，往上攀爬，臀部往上推。膝盖弯，会往前，对，会，来上完，这个有老师帮，其实会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是靠自己4颗星了，靠自己有点难然后可以了之后，手左右这样打开来，这样，然后2脚并倒，这样很重。对，刚刚有人在剪掉啊，不知道。好厉害哦！蝴蝶飞得歪歪的。好哦，手抓高，对，肩膀露出来，对，哦，超美，超美，超美。我要怎么起来？来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头往后。我起到我体重吼重80公斤呢，我见到个翻落个鸡跳个彩带掉上去，唔你话拖唔起冇用。要用肚子的力量哦。有。来，勾，好，身体往上攀爬，像爬树一样，来，吐气往上，往上。用腰的，用高腰的，小贝，了不起！我像大猪一样，被你们这样抬的像1厘米的。你说应该是这个特等奖，很上够哦，坐上来，还好吗？还是要下班的？很好。你的蝴蝶能看呐。这时候身体要往上顶，我们要把你的布啊卡到你的脚板哦。好。对，来，吐气哦，吐气，要往上推哦，快。对了，这个好像那个杀鸡的时候要把它好，身体要往上推，你要感觉肚子在用力。吐气，另外一只手，一只手抓。他这个要飞不容易。他这个好像我弯一边，就是往上一边。我这是有点弯掉。我要回去了。我要试哦，他要厉害哦。来，1、2、3，打开来，坐上来，手往上抓住，往上面跑，上来，腰力，快跑，再往前，手再往前，好厉害，手要抓下来一点。我即个咩头一摆送，也个群众瑜伽，我本单高度讲，因为也看越来越难啊，泰国可能会强强的唔敢吃，冇想到呢，量嘅64岁，伊的74岁，迄个讲高度按高片啊，几度天做唔敢吃，也可以播。对，再来，快往前，来，这时候身体要往上顶，感觉啊，让我有空间。
也到泰国兴出出嚟嘅學習精神，正經看到人多福，而能對挑戰太古快閃未提出嘅自家嘅想法喎。上講嘅太古表演，我係用哪一形式咯？我大師大家太太。好，今日我大路大太太集嘅，係啊，還有乜嘅喏？你要上嘅冇票用嘅乜嘅表演？做啲花式誒，冇花式跌來跌去安尼哦，還有上嘅。我嚟講哈，係講呢啲客家嘅山歌啊，哈，是傳承下去哈，會見來見困難哈，是講要結合其他嘅東西嚟加入呢啲山歌哈，每天對呢啲客家嘅東西哈，會傳下去哈。比較容易，有人咁講嘛？有啲有啲人前輩嘅，哦，太古啊，係那個山歌嚟結合唔啲做嘅冇啊，芒是有按嘅體驗喎。一到泰國希望喺太古表演當中加入而能改變嘅山歌元素，安尼太古表演如果韓國上人看，唔知先生做得聽數做到一個想法冇呢？嚟哦，看阿 T 配的蔬菜，整件準備而來，哇，邊啊嚟啊？佢烤嘅大太古誒，係啊，你看有按到，哦，一定有發表飛，按到還有聲音的耶，讓人先生會比人下強嘛？係啊，我們來去找老師。咚，謝老師，哎，老師好，歡迎你們，歡迎你們，三位大哥來拜師，歡迎你們。老師，我們啊，就是給了三位大哥3個條件讓他們選，然後他們選了太古快閃，哇，但是我們都沒有接觸過太古，沒問題。第一次看到。那我們等一下就先來認識太古，然後看你們想打哪一個就來打哪一個，這樣好不好？好啊。這是 Bibo、怡萱、怡安，正好他們今天用的鼓很多，我們來認識一下太鼓有哪一些種類，好不好？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是大太鼓，我們請 Bibo 試試看大太鼓是什麼聲音。聲音，好。哦，這個音響讚。哦，一下，再來哦。哇。第一下我嚇到哎！哦，那個震撼大聲。對，那這個大太鼓在太鼓的編制裡面，它是屬於比較低的聲音。嗯，有沒有哪個大哥要來試試看？大哥，哦喲，打哪個地方？這個打中間，對。完全是講體白的場，哎呦，可能當震撼了，當火炭。這個鼓架這麼高，那這個叫做弓鼓，是比較中音的鼓。那這顆鼓我們也可以放在地上，正打。那這個是側打，側打，而且這個鼓放高高的側打，所以這叫高側打。林大哥馬上太好了，一個箭步往前，好。哦，該彈下去該咚上個嗬，哦，學我想講就卜卜跳啊。好，那我們趕快來看看還有什麼鼓哦。好，哇，現在很多人在學爵士鼓哦。其實太鼓它也可以放非常多顆，叫做主鼓，就是一組。哦，那主鼓2顆以上就叫主鼓。這顆鼓就是弓鼓，就是剛剛這個它立起來就是這樣。哦，對，一模一樣。那這顆鼓是高音的鼓，叫做地太鼓，一個密字旁在一個皇帝的帝。那配上一個鑼，它就是產生不一樣的音色，就是敲鑼打鼓。哇，很帥，對不對啊？但是我們剛剛都一種鼓的呈現，那如果這全部的鼓加在一起，會是什麼樣的樣貌呢？等一下我們就請這3位小老師來試試看，好不好？
大到上街喺度，我3年5年用嘅學一步啊，我是將我打亂推咧，然後許多街咧也冇退路咧啦。特别按近距离按看，我特别讲帮我自己有个命，我当兴奋的啊！哇，好棒哦！神哦，很厉害哦！有什么感觉？就难度很高。哦，今天蛮过去了，过去啊，很过去的没有了挑战哟。挑战了哦。是啊，简单就比较挑战，就试试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哎，老师，我刚才看那个小老师，那个小帅哥，是，我有注意到他的身体的下盘一定要站得很稳，对不对？手腕要松软，对不对？对，下盘稳，但是其实身体是放松的。放松。感受過泰國嘅震撼教育過後，上面泰國得唔得到我家家來吃，真正有感受到伊能改幸福嘅精神哦。打太鼓的动作跟打太極其實很像，基本上我們的身體是不動的。怎麼樣展現身體的律動呢？就是靠我們的下盤。我們現在每個人可以這樣試試看，腳大概打開跟這個鼓一樣的寬度，試試看蹲低一點。所以保持你的肩膀、你的身體不要動，然後你的肚子這個核心好有一點縮肚子，好，然後屁股夾緊，嗨，啊，你的上半身肩膀放輕鬆，膝蓋往腳尖的方向往下，對，好，慢慢的起來。那這個正打的，我們就是這樣子馬步的方式，可是力打的，像這個大太鼓，因為是力打，我們的手這麼高，那你的重心很高，如果我們站這樣的話，很容易前後倒，所以大太鼓的站法不太一樣，就是一樣，但是我們把右腳往後推一點，好，這樣就會更穩了，好，這樣等於左右跟前後都穩。寬度呢？對，大概好，左腳在這邊，右腳在這邊。就是在這個腳架的地方，腳架的地方。對，然後右腳在後面一點，右腳後面一點，對，不是一樣循行。對對對，因為你的重心是高的，所以我們前後是膝蓋一定要保持一個彈性。好，如果你膝蓋是站直直的，我們打下去，其實你的膝蓋會受力太重。好，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握棒，好，你不要死死的握緊緊的。那我們現在試試看，就是這樣就好了。好，試試看，揮一揮，上下上下揮一揮，放鬆。我發現我會歪歪，沒有很直。會歪哈，表示我們握太緊，這樣哎就會歪。所以大概哦，這個肱骨，這兩隻跟大拇指，然後保持前面跟後面是鬆的，但是也不要開，但是它是鬆的。可是你不要讓鼓棒掉，是靠這兩隻。哦，那大鼓哈，因為它是動這個上面，所以大鼓是後面這3隻都要緊，然後上面是鬆，對，好，那大鼓大概就要好放這樣，對，好，右手先打下來哦，好，右，左，好，右，左，右，慢慢越來越快。雖然大多按花架來講，基本很輕認真，而家都會做啊。為到兩擺嗰種啊，我會做到不艱難，我用心，冇用心做唔得啦。我們舉高打最後一個聲音哦，預備，哎，對，就是這個感覺。那剛剛我們有說右手左手，可是如果我們邊打一邊一直說右手左手右手左手，那太干擾了。有一個共同的口訣，如果我們的右手，我們就說動，動，哎，如果左手就說空。好，那我先念一次第一個哈，動空動空。好，請你念一次。好，加上空揮哦，在空氣裡面揮手嘞，動空動空。然後肱骨哦，因為這是一拍，所以你夠時間哦。假設我打動，另外一隻手就舉高。
好，大鼓你就只要对动作大一点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，预备手来，动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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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8下不可以打9下，你看哦，动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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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结束哦。5、6、手来，动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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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帅！这是第1句，一共有4句，你们已经完成1句了，恭喜！好，刚刚我们是右手1下，左手1下，那现在哦，2下2下，你听哦。动的控口动的控口动控，先不要打到鼓哦，打空气哦，手来，动的控口动的控口动控。你看，我已经把大声、小声都念在口诀里面了。动的控口动的。控口动控动动控口动动控口动控，手来，动动控口动动控口动控，动的控口动的控口动控，5、6、手来。该多小摇的手哈，讲，我要要讲5度吼，打1下变打2下，要慢点吼，该打到5下吼，是个当拍戏哦。哇，恭喜你们嘞，太厉害了！第2句了。哦，那你大家还记得第1句吗？对呀，我最想问，还记得第1句是什么吗？动哦，哇，真的记得。但是哦，因为第1句哈，动控它是一样大声。如果我们念动控动控，这样就变成大小大小。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，我们的意识就要清楚，我们要打出什么音色了，什么音量了。所以我们要动控动控，控也是强音。对对对对，如果你动控。哎，就弱掉了。对对对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3位大哥，现在上了2句，感觉怎么样？我们打起来的感觉。要记那个拍子哦，记开拍子口诀。姿势呢？姿势就是，嘿，我们要慢慢的调。林大哥是不是也有觉得我在打的途中就觉得我姿势不好看，就是没有那个气势。一道泰國無論係睇樣式，也係節奏風，如看得出有失敗乃唔好，甚至打鼓嘅腳步同其嘅樣式，如還要引起調整。對3個相對來講就加個改善，是講按樣呢來夾強下呢。從來呀，鬧連天啊！慢慢走回去。預備手來，動控。所以你們唱到那個天，在拉尾音的時候就要慢慢走了，可是不要還沒有唱到天就走。然後你們拉到後來的時候，我就會說手來動控，手來。就手累就起來，对，累就是准备好。好，老師，那我們是把握時間，讓大家來繼續練習一下。好，那我們就整個完整的再來練一次。好，加油！來，加油！各就各位，全套的啦，是全套的。手累动控，他们3個就是很專心、很認真，但是其實太鼓對成人來講。你越專心越認真，你可能越打不好，因為你的身體是緊繃的。然後，而且我們的慣性很嚴重，
就是譬如说我打动控动控，加到抖控口，哇，他的身体没有反应过来，因为他是突然的，好，他是切分的，头脑知道，但是他身体没有办法反应，就会造成他紧张。那紧张就更打不好，他也知道，我怎么变成这样，就又会加速更紧张。最担心哦，其实最有杀伤力跟破坏力的，可能是这个打肱骨的这个，因为他很愿意表现，但是如果他太表现，就表示他太不注意别人怎么打。另外这位大哥，他很小心。所以他打得很轻，所以即使他打错，他这个声音不会变成太刺耳的声音。另外这边的大哥其实他是最稳的，对他身体放松，就是他的五感会打开，所以他是我认为最可以带大家走一个比较稳的路。动控动控动控动动控动控动。嘿啦，动控，啊，帮我什么写的动控。嗰種思想，我一個個前場還沒回答，結果吼答唔出來的東西來，เรา這個想的完全是冇重要。現音打鼓有沒有識差錯？啊，所以講我畢竟聰明跳一擺，我打到未冇講100分啦。唔過你若本來時間本來2、3日來練習來講吼，我好好練習吼，我有自信啦。來，下盤本，哎，來，好，上來，改度，過來，來加度來，來，有按會線嘅打嗬。你係弓箭步，你要個你用啥係動啊？等下你試得起打好嘛？來啊！cái mẹ cái mẹ ngay đồ rằng gì rồi hiểu hồ cáo lại đông không đây đông tên là số thủ mỗi kéo ra lại kéo起来来đông cái困難圖嚟講嗬，主要係嚟接拍，所以講大家人車嚇。達到從個時間達到個點嗬，開始當難係，你係弓箭步，動抗，千萬年呐，年呐，哎，來動抗。老师这次就帮大家挑了这个地方，要来快闪。竹东车站就大家都知道人很多，會緊張呢？會嗎？會緊張。跳一擺卡到。对，啊，4個人要一致，那個落棒的時間點，的確還哩哩啦啦。 4個人有5種聲音出來，哦，真的，等於好像2重奏、3重奏一樣。就要一起下去，其實很難哦，要練到大家一起。那真的就要出去表演了。對啊，會擔心這樣子，我要，真的是有挑戰哦。 給車務秀時間可能你打到安音吼，是夠未見效。主動很多認識的人。主動，其實不會，鼓聲打下去，它就是震撼了。觀眾其實不會覺得你有沒有整齊，他們是聽到這麼的專注，然後60幾歲了，然後還這麼願意學習，所以其實看到的是那個感動，我們在一起的感覺。離正式演出搶存3點鐘，對自家一出信心滿滿嘅上麥泰歌，睇節奏風，行起軌調會跌破，均可以有時間錄音練習，希望睇正式演出家下會有更好嘅表現。等一下就把我們今天要用到的鼓全部移到表演的位置。送茶。
送茶送茶。市长送茶。我论问人个表演前的心情哦，多多有安尼练最明白啊，有乜个感觉？总太讲哦，还有痴心呢。哦，我全部吼很多个音，我水冇嚟很多个音。系啊，林太讲啦，今日个练习当好，系啊，一下我吃到较有信心嘞，我也强样啦，因来因进步嘞啦，做唔得讲大家下，做唔得铁脱到喎。你平常时冲山歌啊？头一摆迄唔能唱唔能上山嘅，做按摩腔样嘅表演，忙是有个安尼打鼓嘅腔下。实在唔完全到你冇同样嘅东西啊，新的尝试啊，新的挑战要来。我们在去的路上，我们要来复习口诀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手嘞，动动控动控。张先生跟那个林理事长讲的很容易，可是一上场跟练习完全是两回事。我都很有点乱，尤其我时间当一起都就乱起来。我知道我要用稍微一点点眼睛的余光偷偷的，而且耳朵要很仔细的听大家一致的那个声音出来。老师，你会为我们紧张吗？不会，我非常的有信心。真的吗？等一下差不多要开始。哦，好，准备，我们要再加油一次吗？有信心。来，我们的同学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队员们，我们来加油一下！一起来加油！加油啊！好，来！好，我说1、2、3，我们就说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1、2、3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本人来到头前看人哋呢太湖快闪队嘅表演，茶站地方嘅乡亲，欢迎大家，欢迎人哋嘅太湖快闪队，掌声鼓励下，祝梦大家。先帮大家。人哋今日表演都要結束嘅，大家好看冇？希望大家永遠要同
来分享你看的心情哦。表演得很好，来，我是中间那个他老婆。哦，那大哥老，你有被吓到吗？他这样表演？有啊，真的哦？怎样好？就觉得很棒。他在家，他都一直说他不紧张啦，真的吗？我觉得还很紧张。真的哦，懂紧张哦。我觉得听起来气势磅礴。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以他们为荣，而且我们做到了太鼓以鼓会友。一下表演他的信心当好，至少人家台下鼓表下去嘞，当将士嘞，好高兴哦，自己带给自己一个成就感。虽然没有说100分，但是也有好几十分。法用土红皮太鼓快场队，辛苦！